我阿妈讲起后生的时间，天拜到阿公记录卡了，就本个鬼太片嘅强州人相对。嗰时节，今日两人系相亲嘅对象。阿妈面向同我讲，佢唔系嫁俾阿公嘅，佢改唱系嫁俾阿鬼太片嘅强州人。我天拜跪到床下，看到嘅强州人啊，还没昂脱咧。一鬼太片嘅强州人拢系阿妈，阿妈喊我哟，我娘中啊！我看哦，佢一批一批嘅强州叶哦，就改唱嘅橙色嘅羽毛，聽到嘅風哦，喺度躍來躍去。佢係發生喺我過年95年前嘅事情，我一生人嘅命就對了開始了轉變。阿媽，奶奶嘅叫聲，佢仲係忙呢，用當家兩幾足夠咯。昂順呢，買足嘅愛錢啊！我講啊，是講，這廣州啊，同阿媽有感情。阿媽講嘅話，廣州糖嘅事嘛。哎呦，用甜甜的咯，太快咧！好，來，請大坐。哎呦，哦，有貨咧，來。老魏啊，唔走隨他廣州嘅時間，要同廣州講話嘛？嚇？我要做乜嘅法？就係我同廣州講，咁不得。就係啊，同廣州講，唔係大頭娘嘅廣州，唔該勇敢嘅聲音咧，唔驚風唔驚雨，同裝瘋人同樣，氣到憋出，咁不得。咁不得，咁不得，咁不得，衝啦！阿媽，快死啦！我冇同強州講咁不得，我睇嘅都好嘅。昂順呢？阿媽，算啦，咪帶回來。好啊。也到廣州啊，係勇敢嘅士兵啊，風采同異人隨望嘅，男人路負責同異人嘅聲音咧，學態了，對嗎？對。好，來，還有啊，阿媽係嗯。好，嘿，咁咪得。好，嘿，咁
干巴爹，好，嘿，咁咧，好，嘿，干巴爹，用下係冇？對定用酒講哦。好，好，來，好，嘿，干巴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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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。我天天香蕉乡下睇，阿媽要同我看做香蕉嚟橋，你可能想唔到，我嘅生活同香蕉嘅關係有幾深。陈明志，有。 56分，手伸出来，还有一下，回去再努力。是老师。郭芳婉要。 98分，谢谢老师。张凯乐有，又是100分啦，已经第4科100分了耶！全班鼓掌。台北的小孩都像你一样那么会念书吗？还是台北的小孩也像你一样双脚长了红豆冰吗？我阿妈说我得了黄叶病。黄叶病，得黄叶病会死掉哎，你知不知道啊？好了，同学们不要笑，回去吧。谢谢老师。老师是跟你开玩笑的啦，是香蕉得黄叶病才会死掉啦。我知道啊。那你在担心什么？没事啊。还是你觉得从台北转来乡下让你不开心啊？那你爸爸妈妈呢？他们也有跟你一起过来吗？喂，哎，你干嘛在我们香蕉园大便呢？老妹啊，唔下课哦。哎，等下阿媽煮香蕉本色哈。阿妈，其實我兩個香蕉園我是。哦，記住喺啲後面嘅阿姊嘅啊。你也同學嘅。其實我兩個香蕉園我是啦。哎呦，呀，家嘅聲音呢，全部咩對香蕉園我是。老妹啊，唔係二我是啊，咩做得了香蕉園啊？佢係最前沿嘅皮料哦。
有说讲无？那都市的生人呢，阿妈改都好教的，经过慢慢的都有好说咯。一个工作啊，要按样式，啊，来。来，试试看来。是啦。有喊没有听？好声。好是哈，好来，你给它装了噻。好。阿妹，阿妹，阿妹，你也遐鬼了做嘛？唔是做啥啊？条路辞退了啦。阿妹，我保证，天子也好哦，将来哦，天就会赚钱啊。也还唔强哦，我就目珠金金哦，肯定发财啊。人讲哦，台湾钱用卡目呢，就算哦，真好赢佚佗哦，你唔信任，本不白嘅咩无啊？阿妹，5分地就好嘞，而且是跟银行抵押借钱啊，又没证据来卖，咁这哦，阿妹做得中啊。咁咩迄阿公婆留下来的财产呢？留到也好，天三胎的，冇人敢听通哦。哎呦，阿妹啊，法公都准嚟啦，也要叫做第二度啊，1公斤7块钱而已啦。哎，你做多事哦，皮到前面做唔过嚟呢，做乜梗还会偷露命啊？阿妹啊，时代变了，人也要跟着变嘛。哎，总不能阿公婆。美梦子孙做得出头吗？错么？错，阿公婆望子孙出头，光宗耀祖，呢，一生人都无天心，唔好好的识头路，一日到晚就想要做头家。两兄弟分家的时间，都无爱种香蕉啊，唔爱家好嘅两间店面。咁咩迄阿公留下来的呢？哼，结果咧，冇3年都变了枪枪哦，也还很有面皮来同我讲阿公婆。阿妹啊，阿妹，唔通来讲啊！这家天哦，迄本阿哥诶，不过阿哥咩无种啊，还咩唔贴个种？系啦。阿哥、阿嫂4毛1球，不过唔免考虑一下种人问题啊。阿妹，你老人家退役的生意呢，做得种医疗的工作呢，讲会去饭堂的，等你老到哦做唔样的呀，你还望快乐哦种工作啊？反而咯，我讲哦，又唔解反而咯，也计家做下牛去开嘅。唔係咪種強者哦，我冇辦法。再個講，信唔過，唔就表示哦，本人嘅腦背，就算哦，就算快樂，將係本產投資。聽咗會變生變死，無好
我将来可问个向。讲来讲去，就是按拿 TK 去价钱就对了，系冇？好啊，听下来。开了，是경제啊？我系马叔。阿叔。阿妹啊！阿妹，哎呦，阿妹，阿妹，我的呀！阿妹，我的呀！交上来，跟我来！你溜子！阿妹啊，我的呀！哎呦，阿妹啊，我的啊！大笨象，还没搞好呢，根本就是大笨象！你溜子啊！阿妹啊！阿妹啊，我的呀！阿妹啊！大象！阿妹啊，我的呀！这台湾阿妹啊，头路，我天啊！归来做了干！哎，阿妹啊，啊嗰時嘅，唔出到牙嘅嗰啲呢？哎呦，想到唔要中来哦，我感觉无爱来哦。来，这，阿妹，这不爱叫好好，好，嗌招，嗌招，这我嗌招。这我这。大不是柳树子，那柳树子不好吃，看我是，看是啊，哎呦，阿媽，唔要用嘅嘛？放起來啦。阿媽生日啦！你爸呢？這地方啊！我看。阿媽，老个啊，你第一种虫啊，按到橡皮的，专门是香蕉的水分。你还无留去仔细哦，佢只会同鬼渣香蕉啊，脚都糟糟啊。后来也没穷药，你还无搞好，就会同橡皮虫穷药。落卡都我本期脚都糟糟哦。老个啊，唔是笑啦，阿爸老人同一个香蕉园留本来，阿妈就会好好的照顾你们，绝对唔会本橡皮虫同你们脚都糟糟啦，哦。
来，落来。好。阿妈，你真蛮厉害呢！越南人总按太平洋走耶。阿妈嘅事啫，就为了要按太平嘅广州人，才加入来哦。我同阿公係每年收嘅，阿公第一摆同我见面啊，就带我来看鸦片广州人。嗰下我才17、18歲啊，我妹家睇面容係中年呢，一生人唔是看過按太平嘅廣州人哦，看過來係廣州人，看過去係廣州人，算都算唔透喎，看到我都呆呆喲，做乜啦？做乜表現啊？冇啦。唉，嘅時節啦，幾多人同阿妹講我嘅客家人嫁到好老家庭，嫁落家呢又有家娘，必須嘅小娘姑，全都係富人家，我嫁入去哦，都好到6個小妹兒搶一個男人。我日啊，我該快過。不過，我媽家都談唔落去哦，就遇到也一片廣州人啊！我嘅時間就像本鬼看到一樣嘅，邊上邊是讓我加入來啦。唉。阿媽，有蟲呢！那有蟲，呀，這個啦，快！哎呦！哎呀有哦！呀條馬有呢！快！呀條馬有，用啊你啦！有個廣州人啊，有橡皮蟲啊，麻煩同奶奶啊噴地會藥嘅，嚇噴開槍地會哦，嚇。橡皮蟲有幾多種，係咩出名嘅就差唔多會有400種。不管係鹹嘅、無嘅、幼嘅、爆燒、甘蔗也係廣州，可以講哦，乜嘅都識。所以呢，做得啲耕田嘅人哦，對一條蟲嘅有結恨。耳熟伴阿媽講咗橡皮蟲樣嘅，可見阿媽嘅心哦有熱痛。哎，你小心一點啊！我知道啦。
边有一些木材，快点。来帮忙啊！好香哦！对啊，你们好厉害哦！没有啦。如果没有我，你们就没得吃。臭屁哦！吃了这个就会放屁。对啊，就是你啦。你啦。你啦。不要，抓不到，抓不到，抓不到！你们两个跟着我啊！我还抓不到。啊，抓不到，抓不到！抓不到！你们两个跟着我了。不要，抓不到，抓不到！抓不到！你们两个等一下。来，阿妈来。好了，我以前还后生哦，煮那个煮菜哦，我煮到叫哦。给乡时啊，阿公啊，对政工所上班啦。给复卡的事情呢，就全部交本夫人家来做。哎呀，人个死的姑婆，将复卡最重的事交本来做，还唔係講我煨煮的啦，煮菜啦，還有清煮事啊，來煮到會叫我。唉，上到這樣時哦，阿妹唔係我嫁過來，講我要食苦啊，我就唔相信，我唔甘願啊，咬定牙長然後嫁過來，我一天都種到香蕉。Hello，又係乜雞？香蕉啊，唔係，無強樣，無識講好，無規矩。这个是要给你阿妈、阿罗堂哥吃的。如果你想吃，回去再叫你阿爸买给你吃，好不好？你個不孝子，唔過到帶食同細人就歸來，我做唔敢拿手把騙，係冇？阿妹啊，就算夜擺哦，若無兩騙啊，我本本起好互本唔騙啦，我迄陣間學無路的啦，本騙是哦，拄好啦，用費地，往個錢哪走人咩走，給丟錢哦，迄邊從你的呢。當然咯，哪刀哪創，我叫人家給掛名個頭家，阿妹啊，快樂係捱孫呢，快樂咩係捱孫呢？都是，快點冇阿爸，也給
做阿妈唔是容易噶。阿妹，银行的例子哦，我天窗会叫啦。本本哦，做得种香蕉啊，唔会影响到。我保证，我做事好嘛。错天子哦，天窗会赚钱啦。就算开咯，将我本钱投资咩？爱弟，唔系无去拼上拼死啊！以后安样个向奶奶？还有啊，万一我还有妈3长2短，会落个样办？我万一去哟，还没要看，错冇？老爷，奶奶来吃粽子啊！好。什么阿妈？阿妈，你香蕉食起来粉粉乖乖。呀，那粉香蕉系南洋种的，同奶奶的品种啊无同样。阿妈种嘅够好食。2套粉香蕉，来阮一家天。唉，人生就系安尼，坏事没有硬吞下去。其实免无讲过坏事啦。香蕉的地方，所以这节自然课呢，同学们应该要更加专心哦。而香蕉呢，有一种很奇妙的生态，也因此
经常被人穿凿附会，演变成传奇式的传说。而香蕉树一辈子的努力，也都是为了香蕉穗。它把所有的养分都集中在这上面。香蕉穗长到一定的重量和长度之后，都会下垂再长大，这穗蒂就会逐层的脱落，而里边一片一片的蕊，就会变成我们所看到的香蕉。有一种很奇妙的现象，同学们可以跟着想想看。当笔直的香蕉穗它要长到下垂的时候，它下垂的速度会变得非常的快，一弯身，一下子就垂到了定位，就像昙花一现一样。所以也很少人能够亲眼目睹它下垂的过程。但传说岐山的香蕉大王香蕉亭，他就亲眼目睹过，而且还不止一次哦。所以人家说，这香蕉树是向香蕉亭鞠躬行礼。也据说，这个香蕉亭从此以后就一直在赚大钱。讲起来哦，伢讲的名啊改好啦，中午就给一个来的，大摆都吃饭哦，就要等人甜偏偏哦，吃到安泰人，唔是自家添过一碗饭哦。唉，其实啦，阿太对我改好，改上我，唔过我唔怎样的，大摆看到佢哦就会强咧。唉。人讲细心求呀，就讲爱呀种人呐。大摆吃饭，速度唔敢纯粹去用，用的是只是俺面前也盘出来啦。阿妈，迄马个时节，当做得去强者演的啊。也讲起来花头长哦，我叫爷爸冇叫，爷太就过身嘞，长54岁哦。讲起高血压吧，佢过身的时节啦，我还后生，爷姑婆啊，就将强走人的事啊，一项一项的交本来去做。
真叫我断命哦，看起来强壮哦，为主的都无按苦哦。乃唔知本马该跪kend道哦，就无通啊没讲的话，哼，乃迄啲哦，总共就按艰苦，死都唔要加过来哦。阿妈，呀，得有强照，用药办上茶呢。唉，也就强就係確快嘅，原來冇得數咧。奶奶要拿迄本小販嚟賣。佢下強照嘅行業咧已經過去咧，台灣嘅強照原本有擔任中南美、菲律賓、越南。又因為生產過量，假使對1公斤50人嘅人落到剩4個人，規台嘅強照面到如風，根本都無人愛。岐山對強照王國變做強照亡國，滅亡嘅亡。阿媽，司機啊！哦，这里的要卖啊？係啊，看看，哇，这么丑，三角。哈，咱三公用天哦。现在香蕉的价钱很差，人家都收回去当肥料啦，看你要不要？阿媽，唔可以開嘛？老個啊，20米起夢啊。好啊。好，來。阿媽，唔該學生呢。
两头风中走，阮一感情，班茶中走，阮两万米西木，也迄所人的马街。不过，我阿妈认为，土地同作物的价值，做唔得用钱来认定。其中强调，唔但係因為有感情，咪係因為無種就無好食。阿妈，你要開嘛？唔會啦，阿媽，這邊有人呢。你是张良凤梅女士，係啦，我就係啦。这位是土地银行派的代表。我们这边有一张法院的查封公文。你啥物噶？佢講要查封嘅公文。查封乜嘅東西呢？请问张立群是什么人？就係欠債來啊，佢用嘅咯。他用你的土地向银行抵押借钱，你知道吗？哦，抵啦，讓我抵啦。他已经半年没缴利息了，银行怎么催他，他都不處理，所以告到法院去，判决下来，今天要来查封抵押物。佢要講按羅乜嘅呢？佢講阿叔上銀行嘅錢5萬，根本嘅我查封強走人啦。啊！你这里这么多香蕉哦，我封条只有几張，我都不知道貼哪裡。等一下，拜託啊啦！你個封條搭落去，我強就用個神哦。那這樣好了啦，這邊的香蕉讓你割，割了就不能再種了哦，銀行要拍賣了。哈，講乜嘅？佢講存嘅強走本銀行割，唔過割咗就做唔得個送嘅。哦，割咗就做唔得種嘅哦。樂啊，阿媽有事情，我去台北請爺嫂，可能要2、3日才會歸來。你對我較愛較細膩點嘅哈。阿媽，好啦，早下有1鍋鳳肉，還有1鍋飯，肚雞啊就即個裝來食，好。哦，還有啊，暗土條水木啊，我記得咯，窗嘅個門啊，我關好些來啊，好。阿媽。好啦，對我較愛乖乖哈。
落去哦。阿妈，阿妈，阿妈。
阿妈，食香蕉啦！阿妈唔会妒忌啊，留个生路好。阿妈，食啦！老人众生，阿妈是助产妇。是啥？先生讲啊，迄以后去讲到呀，唔要死啦！爱啊，唔要按简单就本两公婆欠死啊！
落个啊，做下阿妈买的红豆饼，即个去拿来食啦，哈。哦。哎呦，别让永永干啥？哎呦！怎么样？就这样，你看没看？要。嘿，快来来。
呀，你看呢？有奖吗？要。哎呀，讲，讲，奖啦，阿妹。有，虽然讲无人爱，嘿，可以继续呢，无恐惧续哦，佢咩农体啊，做得咯，做得保留哦，自家农的身份，做得有农保，还做得种香蕉啊，以后哦，我们负担哦唔会暗重。哦，有数字，你这，按用的提前不爱做，哈，那么走，阿姨妈，吃饭了，你进来呀！你吃饭，我根本是有数字。阿妹啊，你莫安尼啊！你有没做俺样事情？那么你有没做俺样事情？起码你要提本来种香蕉啊！啊！阿妹，你进来啊！你有良心吗？没良心吗？呐？哈？也接啊，可以种到香蕉啦。呀，种蔬菜，要种香蕉，种会生么？抓下香蕉田，迄体呀，佢都有信心种会生啦。耶！嘿，好，干巴的，阿妈，冲开来啊！嘿，好，干巴的，阿妈，好，来，嘿，好，好，干巴的，嘿，好好，干巴的。
阿媽，阿媽，康姨來看啦，康姨來看啦。哦，夾夾啦，阿媽，夾掉啦。哎呦，幾隻雷啊？幾隻雷啊？雷，係啊。嚇？超安尼水下來呢？那個有看到哈？係啊。哎呦，那個呀，真嘅有看到哈？係啊，改清楚呢。好好好好，老個呀，該有福氣哦。阿媽相信啊，等他以後啊，一定會同個公主挺重要，變做一個大人物咯。哦，哎呦，好。从我阿妈的身上呢，我可以深切的体会到，只要你们肯用真诚的心去对待，不管是动物也好，植物也好，他们一定都会感受得到，也一定会回报给你们的。就像各位呢交给我的报告，每一份我都会仔仔细细的看过，所以呢，别想偷懒，记得在下个星期五之前呢，要把香蕉生长跟病虫害分析的报告交上来。老师，你后来有把香蕉种起来吗？怎么可能有？不然他怎么会在这里教书？老师，你说对不对？很好，那麻烦你呢，下个星期一先把报告交上来。阿妈来了，你们看，真的是阿妈哎！我刚才只是随便讲讲的。老個呀，公就咪做好咧，請人嘅同學共下來識啦。好啊，各位同學，跟大家介紹一下，他呢就是今天課堂上的主角，阿媽。阿媽，哇，很強哦！有香嘛？有香嘛？香蕉啊！你也是乖香蕉啊！煮姜湯啊！好吃的，是吃飯的啊！是吃飯的，來來。